哦，又要搞对付香港脚了，就用力推，推到热哦，还用力磨，用力磨，还多一点多一点力。免疫力差的时候容易有香港脚，或者下雨天那个鞋子袜子都湿了，还继续穿个1个小时2个小时，久了就可能会有那个香港脚。所以鞋子要弄晒干了，袜子要常换了，尤其雨季要注意保干净。那个鞋子不穿的时候最好放干燥剂，里面放干燥剂，避免有那个湿气霉菌。有的皮肤病啊，说可能是香港脚的霉菌呢，香港脚的霉菌造成的，所以也可以试试看这个悠悠药膏。痒得很哦。其他药膏抹了没有效用这个悠悠药膏试试看，抹到变成这个样子，还要观察看看，不要恶化，比较不会那么痒。你看这个本来膨胀了的，好像里面有汤有水，磨久了变扁平了。你看扁平了，久了以后就变一片了，干了以后变一片了咯，把它剥出来，把它拆掉，像拆掉一样拆掉。